据知情人士透露，现在一些脸书员工正在内部论坛上和其他形式的员工讨论中提出关切，认为该公司被中国用作政府宣传管道，突出了中国一些组织机构的广告贴。此类帖子旨在展示所谓新疆地区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的蓬勃发展。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脸书在中国被屏蔽，但中国政府却是脸书的一大用户，借助该平台向数以亿计的海外人士传播自己的政治观点，有时是通过打广告。知情人士表示，脸书尚未决定是否就签署关切采取行动。脸书上周表示，流亡维吾尔维权人士被中国黑客盯上，成为多种网上间谍活动和黑客攻击行动的目标。脸书公司已经采取必要的措施，封闭了中国黑客在脸书上针对维吾尔维权人士设立的含有病毒软件的钓鱼网页和网站。维吾尔族商人麦美提埃利是土耳其公民，于3月17日在加什县的一座监狱被秘密审判并判处15年徒刑。根据自由亚洲电台获取的维吾尔自治区高等法院的裁决书，麦美提埃利于2017年4月24日因所谓的恐怖主义指控被捕，并于2018年7月被判处15年徒刑。判决书指出，麦美提埃利被判处15年徒刑，并没收其价值7400万元人民币的财产。据报道，土耳其驻中国大使馆在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后，获悉了其公民在监狱遭秘密审判。他的弟弟艾赫梅德居住在土耳其。他弟弟说，他哥哥是土耳其公民，几十年来在乌鲁木齐经商，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而由于他与土耳其的兄弟接触，而被当局戴上了恐怖分子的帽子。印度呼吁中国加快向拉达克地区东部撤军。过去1年，喜马拉雅山的拉达克地区多次发生了边界争端。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奇在一份声明中说，印度希望中方尽快完成其在该地区的撤军。巴奇表示，这将有助于在该地区建立和平与安宁，并促进双边关系。在两国军事代表团在1月举行的第9轮会谈中，决定从边界撤军，并继续做出有效努力，以遏制局势并稳定拉达克东部地区。一辆汽车于美国当地时间4月2日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附近撞向2名警员，造成1死1伤，嫌犯当场被警方击毙。国会大厦建筑群随即被封锁。国会警察局代理局长表示，自1月6日发生示威者暴力冲击国会事件以来，国会警察一直处在极度困难状态，而今天又发生这样的事情。美国当局表示，当天下午1点左右，嫌犯闯入国会大厦的北面路障，并开车撞向2名警察，随后他持刀下车，并向现场的警察猛扑。嫌犯无视现场警察的警告，随后被警方开枪射中。2名警察和嫌犯一起送往医院救治后，其中1名警察和嫌犯宣布死亡。台铁太鲁阁号周五发生严重轨道出轨意外，伤亡人数持续窜升。依据最新统计，已有至少51人死亡，146人轻重伤。当局表示，周五早间一列载客火车在台湾东部出轨，造成几十年来最致命的铁路事故。台湾当局表示，火车是在花莲县北部出轨，疑似因一辆工程车滑落轨道，列车来不及刹车，导致撞击发生事故。另针对工程车是否因没有拉手刹车而滑落轨道，按运会专家指出，遗留在现场的工程车残骸显示档位是在空档，但仍需进一步调查。这是台湾至少70年来最严重的一起铁路事故。